哦，讲咱风台天，佫坚持要徛在舞台顶，讲一定要请咱食肉粽。一人一碗，感情请袂煞。心骑白马啊，走三关。你无老爸，妈还有老母了。保健社是你后爸辛苦经营的，你出去哦，莫讲是阮保健社的人嘛。我妈一直甲你吵，你是毋是足忝的？当初我就是无法度做到伊的要求。哪一家好人？四中三，是啥？就是唔准你甲秀芬啊一并对待啦。袂赴啊，明仔载就要做啊。敬请期待公司台语台勇气佳作。